咱做伙来祈祷。主求你开阮的耳孔，听见伫在即时，你要用阮所讲的话语，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。我伫小学2年级咧升3年级的时阵，阮迄班向改线，换一句话来讲，着拍线去到3年级的班上，所以我去分到一个过去旧的迄班差不多2、3个我熟悉的人的一个班，差不多完全青分，所以我阁会记起第一遍去坐伫老师所安排迄个位的时阵，我的老师就一个叫起来自我介绍。我会记起我互老师叫着，然后爬起来，然后徛伫众人面前，迄个踢踢突突，骹就挡袂牢，就开始用要稳落去吼，迄种情景。我心内底想讲，我等会当走离遮啦。完全青分的所在，甲完全无熟悉的人。事实上，我实在迄时的我完全无法度想象，日后伫我第一个复赛，我伫大专的复赛，差不多每一礼拜拢爱徛去到青分的讲台顶头去募款去讲堂。事实上到现在，我时常咧甲人分享讲。我古早搁较少年的时阵，我拜六困无好，礼拜嘛困无好，拜六拢爱紧张加工要讲，我要讲的，毋是还袂准备了，是准备了我毋知影迄好无。然后礼拜嘛困无好，就是一直想讲，我再去先头安尼讲。总是检菜即摆面皮较厚啊。有可能练习较久，所以后来我发现，这个讲台顶头的时阵，也真做我生命中真要紧的时刻甲故事。斯多德牧师咧写罗马书写到这个所在的时阵，伊讲这就叫做顶头生的基督徒。顶头生的基督徒表示。一个受洗的人就无应该转去到还未顶头生的性命，就亲像大人大种无法度变转去做囡仔，就亲像互人偷放出去家落的遮个犯人，无应该搁转去到家落共款。总是咱拢知影，遮个犯人真侪人拢搁会搁关转去。换一句话来讲，旧性难改，旧的人，所以实际上，这段拢是咧讲这项代志。咱迄个旧的人吼，往往会把咱诱转去啊。旧性难改，所以斯托德牧师是安尼讲，伊讲洗礼亲像连接两个房间的门，迄个门关了，咱就入去到新的房间。所以咱死，然后搁活，才会当回头过迄个已经死的生命。伊是安尼形容哦。现代学者曾思翰老师是安尼认为，伊讲保罗伫罗马书第6章第4节安尼讲，当咱接受洗礼了后，会亲像安怎？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来做伙来读来。亲像基督通过天父荣光的关联，对死搁活，咱嘛着过新的生活。对原文来看，保罗所讲的新，伊讲安尼看起来，毋是表示新的时间，或是新的空间，毋是哦吼，是讲新的本质。安尼免对迄间房间来到遮讲，会当变做一个新的本质。其实伫原文内底，阁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。伊讲保罗认为，经过洗礼，咱就应该活出伫基督内面的生命。然后，洗礼是一个象征，嘛是一个记号。咱经过
性情甲水的性是，互咱警醒叫敏感，咱已经死。然后咱搁活，所以咱爱活出一个有基督伫咱内面的生命，迄叫做新的人。然后伫迄个搁活，叫咱活吼，迄个原文会当翻译做叫咱活，照字面爱翻译做咱刷落来应该会当行。所以原文其实咧讲一个真清楚的信息，咱经过迄个洗礼记号甲标志了，咱亲像开始行一条新的路，因为咱的生命会选择行的方向，所以刷落来受洗礼、受圣神甲水洗礼的咱，会当心内了解。咱是一个有主的人，上帝爱咱行的路，就是一条超越罪甲死的路。过去互罪甲死捆绑的我，旧的我，拢应该甲基督钉死伫十字架顶。然后新的我，就是展开新的行路来活。当咱安尼选择、安尼行时，就会发现，咱既然活出过去家己完全无法度想象的人生。罗马教会即时的保罗其实也未去，伊咧写罗马书的时阵吼，写即种配合罗马教会，其实伊也未去。保罗一定会烦恼，有人会调工扭曲伊伫批内底的教示。就是滥用上帝的恩典，所以第6章一开始，伊就安尼问，伊就问讲：啊，咱会当调工来犯罪，互上帝恩典显做更较多？答案叫做 No way， 就是 never。对，连翻译做英文神学家嘛咧翻啦吼，翻讲到底是翻译做迄字啦吼。希腊文迄字到底是爱翻译做 no way， 还是 never？ 绝对袂使，就是绝对无。翻做英文的神学家拢安尼伫遐争啊吼。不过不管安怎，伫15节开始，事实上保罗搁问第2个问题，伊是安尼问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那安尼，因为咱毋是伫律法下。是伫恩典下，咱就通犯罪是无？绝对毋通。所以学者有注意到14节到15节，其实迄个字拢共款，只不过一句是用直接讲的，然后下面一句是用问的。保罗咧问讲：啊，咱这个无伫犹太律法下面去受上帝恩典的人，当会当继续犯罪？答案绝对是 no way。保罗家己就安尼应答 no way， 无这条路。总是保罗伫遮的提问嘛，是做第7章，伊咧讲律法的伏笔啊。简单来讲一下，这个提问其实有一个意思哦。这个提问是咱来到第7章的时阵。咱就会读到保罗伫遐咧讲，什么会律法？律法是什么意思？犹太人的律法是什么意思？罗马书第6章16节，刷落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敢毋知恁若将家己交互某人做奴隶顺趁伊，恁就是迄个人的奴隶。安尼讲，恁就是做奴隶直到死。也是做上帝奴仆顺趁伊，直到甲伊有合意的关系。原文开始是一个问句，所以现代的和合本翻的时阵，无得较有将迄个问句啦翻出来。原文是安尼讲：恁兼毋知，恁献家己互啥物人做奴仆？好，原文是安尼讲吼。
为着听叹命令，恁就是恁所听叹迄位的奴仆。恁听的或者是做至到死，或者是听叹命令的奴仆至到义咧。我问是安尼吼，比较较接近是安尼。咱爱知影奴隶是啥物货？奴隶是罗马社会内底真普遍的身份。当时真侪人会因为战争，会因为欠孝，甚至有真侪人出世就伫因爸爸就做奴隶，听有意思啊吼！爸爸做奴隶生落来的，伊的身份就是奴隶啦。所以当时有真侪人是奴隶。然后，神学家认为，当时的罗马教会应该有侪的奴隶，或是自由人。迄个啥物会叫自由人吼？就是真正是奴隶，总是伊因为啥物款的缘故来得到自由，伊的主人偷放伊啦。简单来讲是安尼，安尼的人叫做奴，安尼的人叫做自由人。现代学者推测。当时罗马城，这个罗马这个城内底，迄时阵是奴隶，或是自由人，就是做奴隶的人，可能1/3。所以迄个城内底吼，1/3是奴隶，或是伊真正是奴隶后来得到偷放的人。所以罗马书的原始的读者一定会当理解这个譬如，保罗用这个譬如的规律甲意义。保罗咧问伊讲：啊，你的主是罪还是义啊？简单来讲是安尼。你的主管他你的迄个，你的主是罪也是义。实际上，伫这张批一开始，保罗就讲起。伊奉差遣去传的使命是罗马书第1章第5节，为着基督的名，要互万民信来顺叹。迄个信来顺叹，原文的意思就叫做信的听叹。所以主人讲，当时是主人讲啥物话，奴仆的听，然后听就爱去叹吼。大家去做，所以保罗是咧劝这罗马的信徒，既然咱已经受洗，就无应该回头听做这个主人的声音，直到死。爱会记得你现在的主，你已经归伫主的名之下，就应该听叹伊，互你的性命结出果子，叫做义。罗马书第6章17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感谢上帝，虽然恁捌做罪的奴隶，现在已经对身体顺坦，迄个传授互恁做典范的教师。卡巴特是安尼讲，伊讲无论犯罪，也是受阮两个只会当经一个。就亲像当时的奴仆只会当服侍一个主人，迄个社会惯例，过去检测咱捌听叹罪，当信主就需要听叹耶稣教师的典范来活。就亲像主耶稣伫路加福音16章13节安尼讲，做伙点头是华语的吼，我读。我读台语，好不要紧。无奴仆会当服侍两个主人，伊若毋是厌恶这个，听迄个，就是看重这个，看轻迄个。恁袂当上时做上帝的奴仆，搁做钱财的奴隶。哦，袂歹哦吼。安尼翻哪会使吼？所以卡巴特形容了真趣味，我感觉伊形容了真趣味。伊讲吼，一个有罪的人看袂到恩典，一个受恩的人看袂到罪，真特别啦吼。
所以伊认为，迄个啥物会叫做顺叹？咱性命的顺叹，毋是咱坐地静态的承认或是接受尔。讲坐伫遐讲我信上帝安尼尔，徛起来讲信仰搁变讲我信上帝安尼尔。伊认为这是一种溃力 power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相信咱大家拢会当知影，咱性命真正顺叹效力的，一定会真自然对咱的行为显现出来。听有意思无？真歹势吼，咱性命真正顺叹的，咱性命真正效力的，真自然就会对咱的性命中，就安尼互人显现出来。就亲像保罗所讲，咱若做罪的奴仆所做，一定是歹，所行一定是不义。就亲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人迄种平凡的邪恶，就是安尼产生的。当时因目睭看到不义的政权压迫遮的厝边，伊的厝边甲伊边仔的国家，然后因渐渐无开喙，无出声。所以600万犹太人直接死伫希特勒的手下，其实无几个人。搁较侪是迄个听叹的奴仆所做。爱知影这项代志哦。搁较侪是遐个。伫中国10年的文化大革命，根据无共学者的研究，伫10年内底，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是200万到2000万，咱毋知影死偌侪人。非正常的死亡，实际上这嘛是平凡的邪恶所造成的。敢是顶悬迄个人？是顶悬迄个人出命令，出一支喙啦，做的是啥物人？实际上，台湾的28事件，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事件，咱爱知经历过这的悲剧的人，应该会当深刻来体会到，听叹罪的奴仆所带来的邪恶甲恐怖。迄毋单单是只是见笑而已，搁较是毁坏甲死亡。所以保罗咧提醒咱性命爱顺叹的是啥物货？是主的典范的教示。咱一定爱会记即项代志。罗马书第6章18节，这是一个真要紧的宣告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恁已经对罪得到讨棒，成做义的奴仆。不过保罗真清楚知影，伫信仰这条路上，真歹势。迄个旧的我，迄个罪是逐工咱生活所爱面对的。连伊所讲的譬如，嘛有可能互人产生误解。所以罗马书第6章19节，保罗才安尼讲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行了恁未了解，我用一般的人的话甲恁讲，亲像恁以前捌将身躯完全交予误会甲不法，互不法加天。现在恁着将恁身躯的大部分献予伊，做圣洁的路用。咱爱知影，用主人甲奴仆这种譬如，有可能互罗马教会，我拄仔讲过哦吼。罗马教会内底有可能有一大部分的人是前奴隶啊，或是奴隶的身份，所以有可能保罗嘛心内底知影，这的人听到这个譬如，可能心内底足难摇的，心内底感觉他会安尼讲。总是不管安怎，保罗咧对咱讲，顶头生的咱无应该搁活伫罪内底，用咱的身躯甲行为
真做罪的工具。保罗咧对咱讲，互上帝称伊比伊判无罪，迄个受恩典的人，更较应该将家己献上，互伊真做咱性命的结果，互咱会当真正做圣洁迄个真圣成圣，其实就是伫遮，互咱会当真做圣洁的器皿。刷落去，保罗安尼讲，罗马书第6章29-21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恁做罪的奴隶，迄时恁无受义约束，迄时恁做现在看做见笑的代志，结果是安怎？结局是死。咱来知影保罗捌对不义有一个列表。迄列表就写伫罗马书第1章的29节开始，所以咱来读罗马书第1章的29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因充满逐款的不义、歹心、贪心、恶毒、满心怨妒、谋杀、斗争、奸诈、阴谋，讲较只后话。讲较只后话，就是讲人歹话啦，讲人歹话啦吼，毋是当面讲，是后壁咧讲对吧？吼，迄叫做较只后话。这个倒有写伫律法顶头讲，这是罪。话有哦，话总是并无对吧？总是这是一个不义的列表。保罗咧对咱讲，当罪搁咧做咱的主，咱就真自然对这个不义看无。咱的真自然认为，这叫做咱这个人食人的社会迄种平常的情形，对吧？因为咱逐工拍开新闻，就充满这个。我毋知影咱读到这个，咱有感觉到无？迄拍开新闻拢这个，甚至咱会认为这叫做人生存之道啊！甚至哦，所以毋才有外国发展的迄个君王论，就是后黑学。迄中国发展后黑学。意思是在啥物货？迄个面皮爱厚，心爱乌啊！迄叫做好黑学，真简单啊！面皮爱厚，心爱乌啊！所以，甚至咱会掠做这叫做我若要安尼活，我若要活伫这个世界，我就爱安尼活。所以你若抬我一刀，我就爱。好好带你回转去，安尼才是这个世界生存之道。敢有影？斯托德牧师认为，这安尼做看起来更加真自由诶。你更加看起来真自由，总是这是假的自由。咱若有法度认出这个不义。迄个一开始，保罗讲不义，其实是定义所有的后壁的代志。因为保罗伫迄段内底咧讲不虔不义啊，无敬虔甲不义的代志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咱爱认出这个不义，就是罪，是通见效的。因为这是用压迫人的方式咧高举家己，甚至互家己得到利益。的方法，所以咱要安怎评估这个罪？这是毋是罪？是不义的，是不义的。迄个标准就是看迄个所结出来的果子，得到啥物来断定？你若想讲安尼，你就会当打人的肩胛头，咱就让爬较悬。
杀人一刀，咱就会当得到好处。那安尼，保罗讲啊，这结果就是死尔啦。安尼有啥物理啊？罗马书第6章22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，来。现在恁已经对罪得到讨棒，成做上帝奴仆，迄个结果是成做圣洁，结局是永远的活命。所以斯特德牧师说落安尼讲，伊讲有一种自由会带人行往死亡，另外一种自由看起来更加捆绑，总是颠倒带来性命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对咱来讲，第一个关键叫做：请问你的主是啥物人？你所性命过去以来所得是啥物人？咱所得到的是永远性命的盼望，是真正的喜乐甲平安吗？伫台湾的民间信仰内底，检测有当时啊，因为囡仔细汉歹养饲。或是算命先讲，这个囡仔的命真硬，所以会克爸、克母、克兄弟姊妹啦。所以这个有当时啊，遐个爸母会带囡仔去庙里认神，做客爸还是客神。我毋知影咱大家知影这项代志无？好，毋知影，有的人毋知影，不要紧。迄细汉歹幼稚，还是安怎，就是时常咧破病啊。然后，这种仪式通常伫迄个神生日的时进行。父母会带囡仔去到迄个神的像面前，就读迄个拜客的文书，刷落去就迄个囡仔，迄个颔棍遮就递一个，迄个亲像护身符。我嘛毋知影要哪讲迄个名吼，递一个记号。直到成年礼，就是大概16岁、15岁的时阵，总是往往即种认神做爸会影响人一世人。所以我伫牧会的过程内底，其实我捌带。至少超过3位，因为细汉的时阵，互爸母带去认神做客爸的人为因祈祷，因为这种代志对伊后来发现，毋但无法度保平安，颠倒带来搅扰甲不安。罗马书第6章23节是上尾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因为罪代价是死，毋过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，白白赐予咱的恩典是永远的活命。伫罗马时代的法律有明明记载，做一个奴仆还是奴隶，会当有伊家己的财产。咱爱知影，奴隶是主人。伊主人讲啥，伊就做哦。伊才有可能有法度去倒摕到财产。不过，这条法律目的是，互这个奴隶日后会当照着家己，伊会当赎回家己的自由吼。这是一条路啦。简单来讲，罗马法律内底有安尼记载。咱爱知影奴隶本质是啥物货？奴隶本质就是有人看伊才做啊，啊无人看咧。伊就无做啦。奴隶本质是安尼啊，就是我爱看的吼，有人监管，你还会去做啊？啊无，伊就感觉这毋是因兜的代志啊。所以当时嘛有一寡主人会用金钱引诱这个奴隶讲，我若无伫边仔看，你嘛爱做好了。所以当时嘛有一寡主人会安尼，所以即句话头一句话有可能是出对迄个背景来。什么款的背景？保罗是安尼讲，
保罗是讲，你安那为着罪放杀性命、赔命做工，所得到的报偿上最嘛是死啦。所以你安那拍拼做工嘛无路用。斯托德牧师安尼讲，伊讲唯一会当脱离罪受称义的办法，就是行罪的工价。人互人定罪，什么时阵会变做无罪？是爱付代价才会使。今仔日咱受判死罪，检查咱心内底想讲，哇，这声无路通走啊！结果一定是死。才会算数。总是基督徒会当得到称义，上奇妙的所在，就是咱知影，咱信的是迄位死搁活的上帝，咱也会当安尼死搁活。伫基督内底，借着基督已经为着咱付上罪的代价，所以上帝判咱无罪。伫伊内面，咱已经得到称义，得到头榜。这拄拄好是上帝所赐白白的恩典。永远的活命其实是一个礼物，虽然咱未堪得，总是就亲像斯托德牧师所讲的，唯一会当接受这个礼物的条件，就是咱会当伫耶稣基督内面。就是凭信心甲伊联合。马丁路德巴伫伊所写的一本册叫做《基督徒的自由》，伊是安尼写，伊讲因为基督，我正做一人以下无受管辖自由的主；为着基督，我正做万人之下完全顺服的奴仆。基督徒的自由。就亲像2018年伫中国受关入狱的秋雨教会王义牧师，伊家伫大陆公开录影的讲台顶宣告讲：“我要打习近平宣告，我要来讲，伊是一个罪人，伊即前的政权迫害基督徒，拆毁教堂甲十字架。”伊需要认罪悔改。基督徒的自由会互咱勇敢出声。1517年11月1號，馬丁路德將討論贖罪券的95條論綱釘佇教堂的門骹口，互人認定這是宗教改革的起點。總是馬丁路德後來是安尼寫。伊講：佇我完全毋知的情形下面，上帝帶我做這項代志，這毋是我本來的意思。有當時啊，咱時常認為，真濟基督徒佇歷史頂頭所出的聲，攏親像教會火車共款，無法度有啥物款的路用。教會火車就是安尼啊吼，火車來啊，教就安尼飛，啊嘛無效啊，火車照開嘛，對無？總是絕對毋是，因為基督徒的自由是上帝愛咱起身來反對不義，去成做正人的奴僕。非洲奴隸交易發生伫16世紀到19世紀的中間。因用去非洲大陸用綁票啊，綁架，然後轉來到歐洲、美洲的時陣，扭曲聖經，迄內面是一種種族歧視的作為。隨上因需要為着這段黑暗甲買賣奴隸的歷史負責，總是美國的社會歷史學家 Stark， 伊卻承認講，其實反對奴隸的運動開始是佇新學，因為當時雖然有真濟基督徒正做奴隸，這個奴隸制度的強犯，
总是第一批投入废炉运动的人，却是基督徒。因的出发点不只是因为人权，是发现奴隶制度完全违背上帝的心意。所以当时基督教要紧的分子，英国的威伯福斯、美国的伍尔曼，这的基督徒用因一世人高举耶稣的名，抵御伫废除奴隶制度这项代志。虽然伫因的时代内底，这项代志无法度完全无去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就亲像旧约的先知受呼召的时，因毋捌改变一个无信仰的环境，因伫个时代拢是遐无信仰的时代。然后这个先知出声，真歹势，嘛无改变迄个无信仰的环境。因是一个伫无信仰的环境内底为真理做见证。愿上帝恩典宽待咱，互咱会当好好使用基督徒的自由，就是伫无信仰的环境内底，勇敢为真理做见证，真做义的奴隶，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恳求你，甲阮做伙伫地，因为你知，阮这个人时常互罪绑去，做罪奴隶。求你赦免阮，帮助阮，互阮勇敢领悟你的话，知你的话要互阮自由。你的话要帮助阮，互阮勇敢见证。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，扶持引带，祝福带领，互阮所伫地所在真正充满真理的光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